节课9点，有1到9年级的国语课，每一个年级都有3种版本，所以有27堂课哦。台南市领先全国的公办线顶授课直播系统，让各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。尤其台南市在长期努力之下，缩小所谓落差，正例在网络授课部分，更是领先成为全台首学。台南市公办线顶课程，目前由75位教师依照无同年级、科目、教科书版本，提供线顶学习课程。这个是全台南市第一次，也是全国第一次哦。是的。哦，也不是全国第一个哦。是的。我们把这个线上学习做好，那希望大家停课不停学。虽然台湾是存在着数位落差，这是没有错，但是借着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，能够缩小这个数位落差，甚至于在台南全台首学的地方，能够在网络授课的时候，也是全台首学。那我们今天采取的方式，总共有75门课，依序3个不同的教科书版本，不管是国英数、社会自然，还有其他的部分，1到9年级的这个课程然后从这个我们统一有老师，每一门课程有1位老师来授课，那自己学校再依据他们所采用的教科书版本以及年级，来去上不同的这个课。那老师呢，就在旁边直接监督同学上课，就是说老师可以在线上来跟同学点名，点完名之后再来统一接受来看这个课程。那中间同学有疑问的，随时可以跟老师在线上来透过对话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，也是教育局很辛苦，各位同仁很辛苦，把这个系统弄稳定，把课程找清楚，所以让同学的学习不会中断。除了公办线顶课程，记者也来到民众厝内，实际了解学生线顶上课状况。也因为全国各级学校拢停课，伫厝内甚至阁会当看到各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学生伫厝内各处上课，画面相当的趣味。问学生对着这款学习方式感觉如何？伊表示，家里上课跟在学校上课的差别。好处是能让大多学生接触那种3C 产品，然后让他们可以熟悉怎么用电脑。坏处就是可能有些。就是体育课电脑课都没办法上。跟在学校上课有什么差别吗？一个没有，一个比较自由，一个比较没有自由。哪一个比较自由？但是家里台南市各中小公办线顶课程直播，自5月20日到2月8日为止，拜1到拜5每天上午9点到下晡3点45分，由75位优秀的专家教师分别担任国语、数学、英语、自然、社会等5科的线顶直播教学，让全市13万各中小学生每天学习无中断，并会请各班教师协助辅导学生上线学习。而每天的影像课程也会放在 YouTube 平台上，方便学生复习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第1节课总